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，历代志下卷34章第1节到第7节，使徒行传第10章44节到4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听道理。宣教师以及早期长老会的牧者总是喜欢对人说，来听道理，来听道理。其实这是一个已经简化了的一个说法，因为基督信仰并不是一个用听的信仰，而是一个实践的信仰。就如同雅各书第2章17节到跟20节所说到的，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是的，信仰如果没有实践的话就是假的。因此听就是听从，那个从很重要。台语的翻译说听，然后称的意思就是有实践去执行的意思。我们前2天的经文谈到了约雅敬王是一个拒绝救恩、拒绝听从上帝的一个王。然而约西亚王却完全跟他相反，他所行所言就如同他的祖先大卫一样，他不偏左也不偏右，因为他寻求上帝的道路，并且努力的除去国内所有的偶像。他真是一个实践派的。圣经历代志下卷34章第1节到第7节的记载，约西亚王8岁的时候做犹大王，在耶路撒冷统治了31年。他做了上主认为对的事，效法先祖大卫王的榜样，不偏不倚地遵守上帝一切的法律。约西亚做王第8年，他还很年轻，就开始敬拜他祖先大卫的上帝。4年后，他废除了山丘上的神庙、亚舍拉女像的柱像和所有其他偶像。他的臣仆在他领导下拆除了拜巴力的祭坛，砍倒了附近的香坛。他们把亚舍拉女神像和其他偶像都击碎，磨成灰，然后撒在那些献生祭给偶像的人的坟上。他把异教的祭司骨头放在他们膜拜祭坛上烧掉，这样他再一次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。他在各城和马拉西、以法莲、西缅以及远至北边的拿弗他利等被蹂躏过的地方都照样做了。他把北国遍地的祭坛、亚舍拉女神像和其他偶像都拆毁，磨成灰，又把所有香坛打碎，然后返回耶路撒冷。圣经记载了约西亚王的做法，他跟随上帝的旨意，不偏不倚。使徒行传又称为圣灵行传，这是圣灵所赐的恩赐跟能力，给了所有领受并且能够实践的人们。我们知道初代教会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群基督徒，这当中可能有犹太裔的基督徒，也有外邦的基督徒，他们完全执行圣灵启示的信仰生命，他们彼此相爱，和睦相待。上帝与人都喜爱他们，使人增长快速，
使徒行传第10章44节到48节也记载了彼得领受了圣灵的呼召，到约帕那里将耶稣基督的救恩道路与他们分享，并且为他们施行。使徒行传这段经文提到，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，圣灵降临在所有领受信息的人的身上。那些跟着彼得从约帕来的犹太基督徒，看见上帝把圣灵的恩赐也倾注给外邦人，都很惊讶，因为他们听见了这些人说灵语，并且颂赞上帝的伟大。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已经领受了圣灵，跟我们一样，谁能阻止他们领受水的洗礼呢？因此他吩咐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领受洗礼。他们又要求彼得跟他们一起多住几天。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，上主啊，我倚靠你，求你使我永不失败，你是公义的，求你帮助我，搭救我，求你垂听我的祈求，拯救我，求你做我稳妥的避难所，做保护我的巩固堡垒，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，我的上帝啊，救我脱离作恶的人，使我摆脱凶暴邪恶者的势力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是我的希望，我从年幼就信赖你，我一生就依靠你，我一出母胎你就保护我，我要始终颂赞你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领受新的赐福，追求属上帝生命品质，有基督的生命样式，就是真理的生命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